鎊1.9029，加元1.1068，澳元係0.7631。其他財經消息，就環球非印度孟買港口計劃仲未明朗。印度官員話，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已經拒絕和黃參與該政策項目嘅孟買港負責人就話，冇禁止和黃參與項目，但係涉及嘅承建商就唔准參與。陳國健報導。外電引述印度官員話，喺考慮過和黃嘅背景之後，決定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拒絕和黃參與孟買港口嘅項目。我哋向負責項目嘅孟買港口信託查詢，佢哋就話只係禁止同和黃合作嘅承建商參與項目。There is some kind of a misinformation. No investment by Hutchison in Mumbai Port. They were supposed to be only a management contractor for L&T who are the bidder. So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investment by 涉及超過110億美元嘅孟買港發展計劃，有10個財團參與競投。除咗和黃之外，仲有新加坡港務局同台灣長榮海運。市場一直傳出和黃參與計劃受阻。孟買港口信託強調，並冇禁止和黃參與任何項目。和黃近年喺印度嘅投資並唔順利，旗下嘅和建國際原定計劃向當地合作伙伴收購孟買嘅流動電話業務。但由於孟加臨時改變主意，令到收購唔能夠完成。和黃現正尋求法律途徑解決有關爭拗。市場更揣測印度伙伴會退出。有線電視記者陳國軒報導。咁鬼惡死！係啊，好惡死啊！大會啊！會選出63歲嘅陳祖達出任新主席。陳祖達話：嚟緊嘅主要工作包括落實新嘅博彩稅制，透過合法賭博打擊非法外圍活動。同埋辦好明概念奧運馬術比賽項目。陳祖達擔任馬會董事局13年，上屆係馬會副主席。地鐵公司初步選定喺堅尼地城警察宿舍發展10個物業，補貼造價70億嘅西港島線。何雲康報導。嘉惠民道宿舍地配山連海，11000平方米。地鐵公司話揀呢度發展上蓋物業，係因為可以選擇嘅地皮並唔多。老實講就西區就全部晒地可以發展嘅，其他地方我哋都盡量都睇㗎啦。咁而家我哋睇得到咧，而家最主要嗰個地方，我哋點解建議咧？最重要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嗰度嗰個分到係分到個社工支持嘅，係比較多。地鐵原來估計塊地可以補貼西港島線幾多工程費？耗資70億嘅西港島線，全長3公里，係廣東線嘅伸延。上環站之後係西鐵線，有6個出入口，有升降機接駁灰白咯。之後嘅大學站5個出入口，上到香港大學，去到電車路。總站係堅尼地城站，即係依家嘅堅尼地城位置，3個出入口接駁附近嘅時間。支線票價未定，但會沿用港島線票價研究。70年代喺九龍起地鐵，成條彌敦道幾乎擴大晒㗎。地鐵就話嚟緊佢哋喺港島西支線主要工程所以地底以隧道鐵挖形式進行，地面唔需要封路同掘路。有線電視記者何永康報導。台灣嘅陳水扁總統即將出訪南太平洋國家，但係佢唔會坐空中航空機過境美國本土。10號9月。聯同國務院組嘅華航客機飛去帕魯。不過陳水扁嘅專機抵埗之後會直飛東南台北，之後由帕魯。係咯，咁啊應該。係咯，咁啊唔會太斷花喎。陳水扁都會改坐華航飛機。總統府話，由於陳水扁嘅專機上要有強烈安全嘅標誌，如果當局唔建議專機過境關島，而陳水扁曾經有傳媒話佢出訪係準備帶埋川普總統流亡向北京攻擊。说什么总统将带着大批的珠宝跟黄金准备到场，准备流亡。对国人的攻击跟污蔑都可以忍受，但绝对不允许对总统这个职务以及总统依据宪法所行使的职权来进行恶意的攻击。廣州10幾個法庭警察對一間鋼鐵廠查封一間鋼材時，被780人捉到，9個法警搜身，公安局已經成立專案調查。Stop.